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公司第一台下暗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8例本土病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已经等好7月2日以后，3级警戒有机会降级。同意放令的头一个叫昆里，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停车量超过4成的管制，高雄茶山爬山民众人客人甚至游乐园有上千人。南排印度变种病毒的炭烧，今仔有上千例，为着拢是少年人，因为疫苗无够，少年人嘛要抢驻村的疫苗。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8例本土病例，4例境外病例，有1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确诊数无超过10个人，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嘛讲3级警戒2日嘛有可能会当降级，嘛搁宣布讲伫外口食食规定嘛会当放零。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拜67新增加8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5例上多，佮再来是台北市、桃园市佮台中市各1例，这也是3级警戒以来一天新增加病例数新高纪录。我想这是一个好消息了哈，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今日的确诊的病例，那首度到个位数。另外，新增加1名死亡的个案，案例3数19是60多岁男性，有慢性的病史，也毋过无相关的接触史，住伫湘北地区。5月下旬，因发生彭秀英的情形急诊，入院采检阳性才确诊，当时无呼吸道症状，毋过住院了后出现肺炎、肺氧下降这情形，最后因为症状恶化，尾也是不治死亡。解隔离到一般的病房去还是有症状恶化的一个状况，最后是因为心跳过慢而心跳停止，那病逝在这个医院当中。因为一天的本土确诊病例转来到个位数，但是中头一摆讲7月23、3级的警戒降级，这个可能性不利悬。控制疫情还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只是以目前的趋势来看，这样的可能性很高，我只是说降级的可能性变得很高。另外，指挥中心也放宽伫外口食物件的规定，必须伫咧外口食物件，且伫咧通风的所在，并且保持社交距离，就会使食物件。营业野餐，若是家己开车，车内拢是带到店的厝内底人，就会使采验摕来食物件；若毋是带到店的厝内底人，就要轮流来食。那但是这4个人都是同住的家人，那平常在家里就一起吃饭了。那时候在车内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饮食。陈时中强调，疫情有控制好，疫苗注射也真重要。8月56日一天注射率，搁再创下新冠的纪录，超过28万人次，涵盖率超过2成。未来也一定有疫苗做无共抢排的计划。国内研究已经伫咧进行。另外，外团日本送予台湾的 AZ 疫苗有1批未成不超过标准，陈时中澄清，这是日本的双方工厂主动检验所公布的，这批疫苗并无送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真侪国家拢互民众2档注无共款的疫苗，咱国内嘛开始做头1档注 AZ 疫苗，第2档注莫德纳的试验，大约9月份就有结果哦。专家是表示讲，因为全球疫苗的供货量无介稳定，所以拢会开放民众注无共款的牌子。未来咱家己的国产疫苗上市，嘛搁加一种选择。前卫生署长杨志良伊之前参加联雅生机第2期的试验，顶个月第2档伊就去注 AZ 疫苗。注无共的新冠疫苗已经真侪国际种情形，国内专家表示，虽然国外研究证实，头前注 AZ 比也注辉瑞 BNT， 也是目的内的免疫反应加中和的抗体浓度，拢比注2剂 AZ 较好。不过后尾的整组数据，是毋是写亚洲人也是一个问题。这阵就等国内各病院的受案研究，大约100-200人要抽血验抗体，大约9个左右，注无共疫苗的研究结果就会出来了。台湾如果是有一个确实的数据的话，应该可以考虑开放混打。那台湾的那个研究呢，我们大概只要差不多100-200人的研究，看抗体的高度就可以有初步的结果，所以大概是2-3个月的时间。专家表示，有科学数据才讨论国内注无共疫苗的可能性，不过国内也未开放。已经未少民众想要安尼做，也出现未少混乱的情形。专家强调，在全球疫苗供货量无稳定的情况下，各国拢应该开放注无共疫苗。当然，未来国产疫苗上市了后，也是一个选项。不过提醒民众，就算注疫苗，也无保证100%袂去划掉。所以讲，伊话爱做好定来洗手、挂嘴暗这防疫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县65岁以上的老大人注射率全国上低哦。县政府今仔是设17个注射站，方便民众去注射。
屏东有一个民众因为之前注 AZ 疫苗引起真严重的过敏反应，医师是建议第二档注莫德纳，伊嘛是咱国内合法注2档无共白注疫苗的头一个。另外，中华有一个确诊者捌去屏东出差哦，敢是去挖到印度变种病毒，目前是搁检验。已经落大雨啊，老大人有诶野雨伞徛伫外口，也有真侪人是秘伫诶布棚下面伫避雨。原本是要来注射疫苗，一等就几啊点钟，现场并无分流，造成大家拢做伙，未少人已经无耐性咯。你是几点的？你才会当摕迄个牌啊？叫毋是后边啊嘛摕牌，啊莫怪你乱。南投县的疫苗注射率调查尾，为着加速这个注射率，官府赶紧设17个快速的注射站。另外，伫南投市平山里注射站，除了爱注71岁到73岁族群，67岁到70岁已经注册族群也同时来注射。不过现场就有一个医师伫做评估，速度无法度来提升，现场是大家拢伫骂。请你务必依照通知单上面指定的时间跟地点到达现场，就准时到达就好。另外，各地也是出现注无共抢牌疫苗情形。屏东是一个50岁男性，经指挥中心指引，医师评估了后，合法注无共抢牌2剂疫苗。他于4月6号接种 AZ 疫苗，那因为有通报不良反应，经医师评估后，于6月22日接种莫德纳疫苗。屏东县卫生局表示，这个个案家庭拢有通报，是少数合法用注无共抢牌疫苗的。不过，县内继续展开清洁消毒。原来是一个来自中华确诊者车到坐火车来到屏东出差，这阵包列16个人。中华官府表示，第一时间就通知屏东，这阵感染源也会调查。都是英国变种病毒。那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病毒株出现的话，中央都会立刻通知我们。药监批表示，16这个个案是不是Delta变毒，中央正在进行基因定序中，这阵也未接到相关的通知，请民众免伤惊吓。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三级警戒小可放令的头一个困日，伫市区还是风景区哦，车个人拢袂少。新北市科寮海边仔就出现有几例群聚。今仔新北市是增加5例本土病例哦，其中有4例已经的居家隔离 ，PCR 本地是阴性的，后来搁再检验是阳性的，只有1例是新的病例。市长侯友宜是强调讲，目前感染源是拢真清楚。新北市17新增加5例本土的个案，其中4例是地处隔离阴转阳，只有1例是新的案件。这阵5个人拢伫一中检疫中心。市长侯友宜指出，感染源拢真明确，列出接触者采检拢是阴性。他的工作的职场在台北，是因为他在台北的亲属在工作职场里面染疫以后，他个人住中和，也在台北工作，然后传给他匡列的接触者有人。居家隔离有4人，那目前完成快筛2个人 ，PCR 3人，目前都是阴性。13未解封了后，头一个拜六，无论是市区也是风景区，人甲车拢变较多。根据新北市政府的统计，这一礼拜监控的交通流量拢有成长，公车运量成长4.2%，台铁甲台北捷运也增加12%，南海的轻便铁路是成长15%，人均的车站也有商区临时停车增加9.6%。侯友宜提醒市民，防疫也是要做到位，也随时来检讨调整防疫的政策。仍然有少部分像贡寮海边。这些少部分的景点里面，我们都还是会有看到零星的人。围山九仞，不可轻忽，仍然要紧坚持防疫。我们期待在7月26号有一个好的结果出来。7月10日开始，新北市全面采用中央疫苗预约注射系统。根据统计，这波新北市的登记意愿人数有23万3千人，预约的人数是19万5千人，预约率有82%。另外，10日头一天预约注射4万1206人，实际注射是4万875人，注射率达到99%。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仔增加1例哦，即马台北车头地下街嘛已经有来人挖着病咯。台北市政府今仔嘛先赶紧帮地下街441个人注预防针。有效，我特别强调，当周有效的一个 PCR 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入地下街从事各项工作。合作社经理提风扇头对地下街人员发声，强调后礼拜开始，若讲无注疫苗，也是无迄礼拜 PCR 阴性证明，袂当去地下街工作。
目前地区地下街尚有大约120位的从业人员还没完成检测。礼拜一我们会再进行名册的一个筛选之后确认，在下一周帮他们做那个 PCR 检测以及那个疫苗施打的一个争取。台北车站地下街因为确诊个案数增加到6人，其中溪区4人，二区1人，连同到1个。北市府就紧急安排已经造册441人17地恢复公园精验馆做疫苗。K 区跟 Z 区，它因为有确诊者的足迹，所以我们就是临时接到他造册，然后施打的任务。那大概确定会来的是441位。成品地下街是300多人造册，那站前地下街造册到130多人造册，这是都是有做过 PCR 采检完成的，才是今天造册的。台北市10市增加1个确诊，北市府也公布3名确诊个案卡者。因549例捌伫七十去过大安区一间艺术餐厅，因541例捌伫10市去过家乐福来福店，因544例是公布新的电信卡者，七十去过专联来福康乐门市。虽然我们已经疫苗覆盖率打第一剂到27%了，但是我先讲哦，这是因为印度变种病毒还没进来。那如果说将来会如果比印度变种病毒更强的病毒进来，打1剂还没有用，还要打2剂，而且要超过80%的，才能够有效的阻挡。对民众希望2日会当降低点解，国民党强调，因为为确诊到公布需要3至4天，按照国际标准是要连续28天拢加0，才是真正清零。因为目前北市犹原有确诊案例，所以只会慢慢放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台中甲桃园拢有一个，台中是一个62岁医师，伊伫今年6月份去北部住院治疗，刚一层楼的病房有人挖着病哦，也毋过伊无互顾客隔离。桃园是一个保险员，卫生局是怀疑讲，可能是去拜访客户挖着病。环保局人员伫确诊者脚链经过所在来清洁消毒。台中市17新增加一个确诊的个案，伊是一个62岁男性的医师，今年6月因为破病伫北部一间病院住院治疗。不过顶个月29所住的同一层楼出现确诊的个案，病院来清空病房，有时转来到台中，也不过这个医师却是无互包列在内，转来台中了后出现症状。那个病房呢，从6月29到7月1号以后就有出现这个阳性的确诊个案，所以就紧急就是让这个病人就出院哈。可能北部的医院认为不属于需要特别隔离的，所以就并没有通知他，所以他也没有被隔离。市府表示，根据这个疫情调查，这个医师因为身体因素，5月开始就无来病院上班。不过，伊捌在这个月14到这间银行16被验出确诊，即阵伫隔离治疗中。即阵所包列出的22人内底，已经有19个人采检是阴性。另外，桃园一个新增的个案是一个保险员，也不过这个保险员即阵的感染源不明。访问这客户大概1个多小时，那他知道他妈妈有在咳嗽。那我们在追查这客户的妈妈，是在住院，到底是他传给他，还是这个客户的妈妈传给他？这个我们还要再查一下。桃园县卫生局表示，即阵已经知影这个客户的老母也确诊，会在礼拜18公布这个个案。即阵已经包列出12个人伫厝隔离，感染源仍伫调查中。市长郑文灿表示，即阵包含花都大楼的团保连甲快递公司员工家庭互相小的部分，拢会安排第2摆采检。不过也是有稳定的团保连存在，也是要真小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韩的国内哦，第2塔印度变种病毒嘛会探烧，今仔就通报超过1400例本土病例，为着病大多数拢是少年人哦。因为韩国目前的疫苗嘛无够，少年人嘛伫网络顶头抢名额，看敢会当去注着自存的疫苗。真注意，这个疫苗自存的地图软体更新的页面，一直想要找到是毋是法度有要注射的诊所，也毋过看一早起，32岁金小姐安怎看就是拢无法度找到。 이거 근데 진짜 전쟁이에요. 아침부터 계속 이렇게 광클하고 새로 침하고 있는데 절대 안 뜨고요. 계속 이러고 있는 게 솔직히 너무 시간 아깝고 화나네요. 也毋过也有人有约成功，不过却是用不离久的时间加上一寡运气。 1초에 진짜 10번씩 누르기까지 하면서 이제 광클을 한 끝에 이제 한 그렇게 몇 시간을 버틴 후에 이제 오후 3시 50분경에 잡게 되었습니다.
南韩面临第4波疫情，Delta 变种的病毒快速伫大首尔地区一直传。7月宣布进入第4级的上悬的警戒，17通报1455例确诊，内底1404例是本土个案，已经连续10天一天超过1000例。感染的人大部分是30到20岁族群，也毋过政府规定60岁以上的人是优先来注射疫苗，所以讲少年族群只已经由软体来有效注射，注无完，佮剩1点疫苗，对政府的做法是相当的不满。 저희 젊은 세대는 학교도 가고 일하러도 가야 돼서 정말 이동이 가장 활발한 세대인데 지금 저희가 젊고 건강하다는 이유로 백신 접종을 언제 맞을지는 계속 모르고 있는 상태인데 대해서 일단 피해를 보고 있는 직접적인 연령대층이 아무래도 20대다 보니까 그것에 있어서 솔직히 불만을 느낄 수밖에 없는 상황인 것 같고 南韩有5200万的人口，政府虽然有买将近2亿剂疫苗，也过国际疫苗真无够，实际到货只有2000多万剂，造成7个疫苗注射率大幅来下降，疫苗覆盖率只有31%。以年龄顺序来推测，到8月下旬，南韩要伫注50岁以上民众，预计7月底也到货800万剂，未来2个月会到货6900万剂。少年人是法度来解脱，敢若使注这个村的疫苗命运，也正做是法度控制疫情的关键之一。 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今仔是3级警戒小可放零的头一个休困日哦。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停车量是有总量管制，上侪袂当超过4成。也毋过伫早起10点哦，几个停车场车都拢超过4成的停车量咯。下晡车阁愈侪。 早起10点外，阳明山二主坪停车场停甲满，到了下晡2点外，要停车的人也是真多，不过卡片余额不足，就不能进去啊，他这不能直接补足，就要退出啦。着惊金池来往会有接触传染的风险，现场简单收电子票证，民众的悠游卡钱无够，简单会当偏往内目顾驶走。未解封头一个周末假期，阳明山人潮明显增加。除了室外步道有开放，室内游客中心甲服务站维持逐人2.25平方公尺的容油量管制，贩卖部拢有开，毋过爱照上北的防疫规范。停车场像擎天宫、梦幻湖等等，总量管制爱4成来。早上10点，那个冷水坑跟擎天岗的停车场就已经达到4成的一个上限，所以今天早上看起来就是人车有比较多一点。今仔餐厅是拢无啥人做生意，毋过会当出来行行咧，民众要是真欢喜。想说闷在家里闷很久，想说带小孩出来透透气啊，这样子，不然小孩也是很无聊。游客密度不会太高了，我觉得都还好，而且每个人还蛮守规矩的。 阳管处表示，7月17统计到5点，计共4025人入园。为着降低人流，游园公车假日资本20分左右一班，即阵要维持1点钟一班，到7月26看疫情变化，才搁做调整。记者民警李学凯台北报道。再来看高雄的茶山，早起哦，都有真侪人去爬山。南投的溜滑潭嘛有真侪游客，因为之前哦有人互翕着讲无挂喙烟的运动，所以警察嘛加强巡逻。 另外，雪霸国家公园虽然搁封园，也毋过最近哦开始变少，为解除封锁来做准备。透早的高雄茶山入口处的中山步道不少人，小可爆零警戒的头一个周末，不少民众到山顶数新鲜空气，也互现场一度人真多，上了楼梯也爱小小心。在家里闷很久，就带小孩子出来，戴了口罩来山里走走。 民众讲趁警戒，照挂放零出来行行，不过山顶的凉亭也是封起来，唔惊人潮组织。南投溜滑潭又不少店家开始为日落有机会警戒降低提前准备。虽然早起来人数不如警戒前的多，也不过已经明显增加。只是没有解封的大概1/10而已。对，但是我也是希望不要那么多人呢，因为毕竟那个疫情还没有控制啊。 也毋过，整日有民众放翕到，警戒降低了后，无挂喙暗伫远处走，甲强行将车停至无开放的停车格。这礼拜六，警方积极巡查，也呼吁民众爱记得挂喙暗。往年假日拢出现大量游客的鹿港老街，因为寺庙无开放，餐饮这当早转去拜六人潮无变侪。还没开放，我就想说坐在外面这样拜拜就好了，这个诚心而已啊。 虽然有淡薄放量，全国也是第3级警戒。雪霸国家公园游玩封园，也趁这段期间，请用原住民高山协作员清理偏远山坳登山步道。请他们各有不同4个团体，原住民团体
来请他们来做路线的步道的整理跟砍草，还有山屋的一个清消工作跟那个垃圾整理工作。雪豹管理处表示，清理的范围遍及桃山步道、雪豹山湖顶、三座山湖甲4khu位环境。即摆清出200多公斤粪扫，即会当填入用行的爱罗山，也呼吁山友境界放凉了后，落实粪扫家己早早观念，维护山区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新地有一间游乐园哦，有将近1000个游客。另外，新地北部的老街哦，所拢无啥物人客。游乐园还未开始营业，就有游客等要入去佚佗啊。比解放的头一个假日，游乐园出现观光人潮，虽然讲人数比过去差真济，不过业者讲看会出来，游客已经有渐渐啊回来啊。许多亲子游客纷纷出游，并且都依照相关的防疫规范，并且有秩序的入园。那园区预计今天入园人数有机会突破1000人。来到北部老街，游客无讲介济，有来摆摊的，也是比过去减了真济。不过生意已经比疫情期间好真济。感觉起来是还好啦，人潮有多一点点，是吧？他会很期待这次微解封。其实也不会说很期待，最好是都解封，没有会解封。期待啊，可是现在目前看人潮没什么人潮啊，所以还是影响很大。影响很大。虽然疫情已经豆豆转好，真侪所在一寡设施嘛渐渐解封，业者也是望会使等到真正解封，让大家的生活赶紧恢复正常。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新闻的最后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台语台等在7点半要播送的青春咱的梦，来看各地顶头在疫情的期间有做出什么改变。嘛，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 AM 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